讲呢较少吼，讲正经会晓讲迄个食喙螺麻较少，安尼会晓讲其实真好用啊，即句吼。迄个食喙螺麻吼，意思就是食一支喙吼，食一支喙。啊，即个螺麻吼，毋是咱伫讲的电煲迄款螺麻，即个螺麻嘛毋是讲大尾，是伫讲迄款啥小混混吼。啊，所以吼，食喙螺麻就是食一支喙。四界你共卡油，四界你甲人勒索吼，即款的人吼做食喙螺麻吼。啊，来，我先讲吼，咱有一句台语吼做食喙螺麻饭人食，食喙螺麻饭人食，迄个饭就是依靠有无吼？啊，像咱较早咱嘛捌小解讲个做啥呢？吼，迄个狐假虎威安怎讲？咱还佫会记哩无？狐假虎威，咱台语安怎讲？来。狐假虎威，咱会安怎讲？卡大马屎饭官食，咁好？对啦，卡大马屎饭官食啦，无毋对啦吼，这足好。什么意思？伊现在头前讲卡大马屎，我讲你听吼。伊的意思是一款，我感觉伊形容甲足青真的吼，很生动。安怎讲青真哦？伊讲话，迄吼，较早大官出来游街有无吼？啊，大官坐伫个马顶吼。啊，迄个看马的人哦，甲看马的人意思就是伊的属下，看到罗罗啦，讲罗罗较歹听啦吼，就是下骹手人啦。啊，现在骹大马屎，还佫替看马哦，啊有当时啊，迄个啥呢？马会放屎，哪行哪放屎，这是真正吼。啊，骹去踏着马屎，啊，当然甲讲到做骹大马屎，其实还佫有一个是甲痞相啦。痞相讲你这个是小混混，就是下骹手人吼。啊！你佫会共欺负哦？你煞毋知你就是吼，饭是依靠哦，煞毋知影是饭着吼。哦，你的主人做官吼，啊，所以即款的吼，做骹大马屎吼，饭官食吼，即个吼，就是狐假虎威吼。啊，伊还佫有一款骹大马屎饭官去吼，饭官去，骹大马屎饭官食吼。啊，佫一个讲话是官去，伊迄个去的意思是迄个威势啦吼。有当时恁看到的是迄个吼威势吼，喙食螺食喙螺麻饭人食，就是讲即款小混混啊，伊就是靠势讲哦，伊顶悬还佫较大尾也是安怎吼，所以吼喙食螺麻，咱除了甲翻做吼，咱伫讲的迄个啥吼，台语还佫有人讲溜绳啊嘛会使啦，吼恁可能捌听过吼，所以喙食螺麻呢，上解我感觉较对大的翻译吼，较对大的翻译就是四字吼，麻烦恁甲写起来，足准的吼，多四字咧，得势小人，正经足，恁看比较熟，恁就知影讲吼，喙食螺麻，其实伊伫讲的意思就是一款得势小人，因为得势小人吼，你看得势小人是毋是伊吼，若有机会对无吼，伊就会去欺负人吼。过去安怎去危害人，吼，无咱就袂讲伊小人啊，对无？吼，有诶人伊得势，无一定人伊会去危害别人啊。啊，但是得势小人哦，吼，伊我讲伊一个有权势吼，有迄机会吼，世界伫吼，伫共养啊是讲伫共欺负，伫共霸凌，有无吼？咱讲做吼，有无？咱顶个有讲过吼，伫共欺负啦吼。吼，我都讲溜绳啊，吼。迄个溜绳啊，就是小混混。迄个绳啊，敢有人直接就是写迄个酸啦，酸甜的酸哦。我会记得是迄字，恁搁甲查看觅溜绳啊。哦，阮宜兰讲溜酸啊，有啦。啊，应该是酸迄字啦，因为阮遐酸会讲酸吼，溜绳啊吼，小混混吼。好，老师，你头拄仔讲喙食螺麻嘛会使，用喙食喙拢会使哈？无，毋是。感谢再有个，是食喙螺麻啦。我拄仔讲喙食螺麻，迄是讲了伤紧，迄应该算讲了大去，因为要是食喙螺麻，哦，食喙螺麻，因为伊是食一支喙啦。安尼讲喙食就比如讲去食物件，迄甲食一支喙无共吼。所以这是爱讲食喙螺麻，吼。啊，我拄仔讲足紧的，我确实有讲一个吼，喙食螺麻，这个可是叫做吼，咱讲叫做讲大去，说的有出入啦，嘿，吼。